调查局人员查扣真侪台电脑主机，因为怀疑讲偷摕咱国半导体科技机密的证据就伫内底。像这款戴穿刀壳的经济间谍，不时就有，未来就要三思啊。渗透台湾产业的情形越来越严重，以各种手段磁吸我国高科技人才，窃取国家核心关键技术，并刻意规避我法律规范，有必要在法制面建立更严密、更完善的国安防线。行政院拍算为2方面修法。国安法是新增加经济间谍罪，还有国外使用罪，草案中上重会使判12年的徒刑，罚1亿的罚金。未遂犯嘛爱罚。陆委会将提出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修正草案，防止中国等境外势力对咱国关键技术的侵害。违反的人会使罚1000万块。整体来讲，比现行的营业秘密法更较重。严惩经济的这种间谍，我们举双手赞成。你完全无法用所谓的道德劝说的方式，那只能是用重罚。有类似的案子，一定要真的执法。那立委拢赞同，就是要经济间谍就此小心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